卖个吵，恁拢是我的囡仔，我哪有可能让你带替我去冒险啊？俊杰，假使讲过了一只无倒转来，请你替我好好约下你妈妈。伊就是你，我拜托你，求求你了，好好保护伊，一定爱，拜托麻烦啦。你放心啦，阮会甲伊的车对好掉。拜托，行。多谢。要是你哦，麻烦啦。要是有真大代志，带俊杰讲你好来。哎，买啦，因到最近出代志，先要去还一下。我就是要甲因讲哦，伊阿妈的代志啊，你紧跟我来啦。行。妈，妈，你想啥？你是做恶梦啊是无？我梦到你阿妈在哭，我看了就唔甘的。好啦，无代志。妈，无你去房间困好啊啦。啊，无遮个人哦，伫遮咱出入，你已经会受到影响的，嘛困袂好。不行，你带妈去房间啦。妈，我拄则有鼻涕都有够啊，无代志。这时阵哪有人来啊？敢莫先请警察去围起来？了解了，先看相。快点，一凡，你哪来？阿姨。一凡讲，因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对。刘慧婷，咱去报案的时阵，陈一凡嘛伫咧遐，即摆你又搁带伊来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互伊来查？唔是，我需要相片要恁看。啊，你是要可先看什么相片啊？啊，我去等件相片啊。来，我看者。来，你看一下。啊，你这哪敢若拢甲无清楚啊？迄个时阵我当地互拍，我是拼死命用迄遥控起你，我拍到这相片的呢，当然无啥想错啊。哦，啊，这个人的手遮那哇，这啥？这根本是刺青啊！刺青？刺青我看者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有受到啥？白照阿嬷的人哦，有一个人的手顶管有刺青呢，甲这个刺青迄所在，迄位置应该差不多。啊，毋过这相片真正是迄块伤过无清楚啊，我认袂出来，敢是同一个人。一凡，啊，这两个案件完全无关联啊。真正啊，我调查迄龙兴基金啊，我咧怀疑违法吸金啊，我为着要救因哦，结果咧，这是迄群人啦，所以尾啊，就来找我麻烦啦。我是咧怀疑，因可能唔甘愿哦，迄钱无骗着，才想甲妈带走啦。绑票应该是老本行啦，若诈骗应该是新的业务啦。妈，你听伊凡安尼讲，你感觉？这嘛毋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对啊，一凡，你敢毋是讲你有甲对方的车牌翕落来？啊，看卖这台车甲遐绑匪敢是同一台，啊，你毋就知啊？健康经查过啊，迄车牌是假的啦。车牌假？那真还多好啊！你做阿妈迄台车的车牌嘛是假的呢。哦，安尼敢有可能两台车用的是同一个假车牌啊？俊杰，你讲你台车相片啊？我来讲，来。这车牌虽然是无同款啊，也毋过这车款可有这车色是同款的呢。
安尼敢有可能是同一台啊？健康是讲我迄台车常常伫迄东北角山区遐出现啊，讲起来是毋是应该有上伫迄个所在啊？假使讲迄两台车若是同一台，那咧阿嬷真有可能向藏伫迄附近。警察先生，歹势啊！啊，这附近拢有监视器，敢若车咧讲斗相共调查一下，看迄两台车有伫什么所在出现过。李先生，请你莫着急啦，车牌部分，我会请我的同事继续调查。俊杰，即摆最后是冒生命危险去付钱的呢。上重要的应该是保护伊的安全。你若因为找伊反映无证据的话，你就叫警察去查车牌啦。毋是呢，这样做参考啊。你即摆是咧找理由来探听阿嬷的案件，莫了做讲我唔知影你想啥。李可欣，我嘛真正希望你阿嬷咱平安倒转来。你莫伫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。亲像你这种三流记者，我才无需要对你受过客气。可心，袂当安尼跟人讲话，无礼貌呢。妈，伊是伫咧假好心，伊其实哦是要来乌新闻的，你莫互骗去啊！可心，喂，好，我知影。各位，我拄仔接到一个歹消息，啊？是毋是我阿嬷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恁大家先莫紧张啦，是阮的同事无对着李俊豪的车，所以暂时无伊的行踪。要毋过，阮已经扩大范围来调查，所以有新的消息，我会随时甲大家报告。刘慧婷一定就是你的，你一个扫帚机，只要有你伫的所在，就无好代志。可心，我即摆心头已经足乱啊！我即摆跟他希望，俊豪阿哥阿妈会当平安无代志。哎呀，无恁先无用，我上来。多谢。我马上离开啊。好噻，多谢啊。啊，小心。你看啦，你买来硬要来，以前我相信俊杰，你相信我讲，我虽然伊无讲，但我就会知影。就算俊杰真正相信你，啊，这对救伊阿妈有啥帮助？啥物拢无做，当然无帮助啊。所以我所以搞到啥啊，我们做一等一下啦，你先莫后白来啦。若是俊杰因阿妈因为恁的行动发生啥物代志，你甲俊杰要安怎？你甲无可能原谅你的呢？我若明知我有机会当救人啊，结果说伊个惊死，嘛就无去做。这样做上我都挽回比较，我无得原谅家己啊。我的想法真简单，就是坚持做正确的代志。这表任何人安怎看，我要紧啊。我相信俊杰甲我想法一定嘛是共款的。你先电话听我讲，莫大家知影后小靠你的。我相信你阿妈一定藏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你去看卖啊。你唔可以搞到啥啊？你就走回来，我人好，恁十分钟。你是无愿意去啊？不得可以。哈，我知啊，我无需要贷款，多谢。遐银行哦，这就白目啊！说啥物时阵啊，去借钱卡进来。无啦，你妈安尼啦，咱嘛唔知影讲咱厝发生代志啊，对吧？啊，对了，妈，我想要去哦，请卫室重新看妈的监视画面。监视画面啊，你之前唔是去看过啊？是啦，不过之前我敢若真少咧看掠走阿妈的车尔，啊，其他我都不注意啊。我即马是想要重新看妈的，看阿妈叫掠走的时阵，迄当阵哦，敢有别个车经过。啊，假使若是有别台车经过，不得会当入到迄车的车主为呢哦车顶的行车记录器找到什么线索。啊，你若有啥物发现，随时甲我讲呢。好，我知影，我先出去。那这里哦。好。
经过调查，应该在附近啦。不再来是因为我看到附近有一个空厝，我咧看阮阿嬷同关于其中一间，咱即马开始一间一间倒倒找，找较真足的。就即摆开始啊，要较细记的、较细声的，尽量莫讲坏。不过我是感觉安尼是要危险嘛，还是先报警？连姐啊，拄则警察咧对俊豪时阵，拄到一半俊豪人就去互问呀，这个表示歹徒已经发现有其实咧群众啊，反正这附近哦，冇人咧监视，所以咱一定要较细记，别当发现。啊，若无真正作假的，我阿嬷有生命危险，就等到咱找到我阿嬷向关心的所在，咱即刻行动就好啊。是啊，咱附近啊先找看卖，看什么可疑的所在，咱就报警好啊。好。较细。看准下袂查啊，怎么可能是啊？啊，本来先避开，看什么状况，咱就报警。好啊，这个。钱也收着，我处理掉，对啊。是。来，过去。拄则伊讲，迄老查某一定是我阿妈，而且伊甲讲阮要甲处理掉，变成我会紧来说冷静啊！前面什么状况咱唔知啊，点解有人闯入去，那是其他人对啊，那就危险的。我看那是先报警啦。啊，对啦，先报警。先跟我。你都卖过来，帮我出去！我解决你，你若是敢卡表我嘛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卖逼我，你要卖逼我！你莫有来啦！你莫有来！你先啊冷静的，你甲想啦，你举刀尔呢，俺是举枪的，你哪可能赢？我听你话没讲。你先把刀放落来，然后跟我合作，啊，解释交代清楚，我相信免偌久就当出来啦。啊，你嘛知我是记者啊，啊，你若真正有啥物委屈，我会当替你写一篇报道，大家知你是不得已，放落快。是啊，伊讲的是真的，拜托你紧甲刀扛落来，啊无，我拜托有啥物话好啊，我拜托诶。是啦，有话好讲啦吼，别伤害当事长，我拜托你。阿妈，啊，冷静。啊，这个。当事长。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你平安，无代志啊，无代志。刚才你过来救我妈。这一切拢要感谢伊凡斗相共啊，是伊找到你的。多谢你，伊凡多谢你。袂啦，阿妈你唔通安尼讲。即摆上届电话，就是要赶紧找到俊豪，伊人去交钱，唔知发生什么危险无？拄则迄个想要伤害阿嬷的人，应该知影因伫倒去交钱哦。我来跟这个。我带你去。谢谢。真嘅。阿妈，阿妈。迄个时阵你头壳敢有弄着，还是你即摆有倒位无爽快所在哈？多谢你医生，多谢。谢谢。妹仔，哈？啊，俊豪咧，你即摆安怎？俊豪血血过多，即摆医生等咧甲动手术，而且我嘛赶紧打电话通知什么阿姨过来啊。
想不到俊豪伊竟然遐尔有勇气，敢家己去交赎金，希望伊的伤势莫受过重。是啊，希望伊会当赶紧脱离危险。啊，若无我就是唔知我要安怎甲小妹交代啊。阿妈，你哦会当平安回来，真正足好诶。你敢知你互掠去的时阵，我惊到心脏拢要定去啊！这个，阿妈真是唔知要安怎甲你说多谢。若唔是你过来救阿妈，我惊我都看袂到恁啊！阿妈，这摆我会当找到你，这一切拢爱感谢预防的倒三工。若唔是提供线索，先这摆我也敢唔知影讲你到底用藏伫倒位。一凡，多谢你，你真正是阮理解的贵人，多谢你。无啦，这无啥啦。真是足感谢你的啦，一凡。后摆吼，看你需要对阮甲你斗三工，尽量甲阿嬷开嘴，阿嬷一定会还你这个人情吼。哦，阿妈，你若真正要还我人情，其实最简单的啊，你就答应哦，和俊杰甲慧婷做伙啊。这慧婷哦是把你的命看作比伊的命更加重要，这样好的孙媳妇是要得找，对唔？陈一凡，你莫趁这个时阵乌白开条件，你足无品。是啊，陈一凡伊莫后背来啦。当时对我歹势啊，陈一凡来讲生气，你莫囥在心肝内。妈，我有电话，我先接电话。啊是讲人慧婷即马身躯边有俊杰咧保护，啊边还佫一个易凡呢，啊一人顾一边，应该是袂有啥物问题啦。慧婷，左拥右抱的感觉啥款？咦，我无左拥右抱啦，陈一凡对我来讲我是哥们，俊杰才是我的真命天子。